車婉婉話正義不一定浮面，我就覺得好好笑啦。佢阿媽叫車爾芬，10幾歲由內地嚟香港，結識粵語片明星張英才，其後車爾芬加入影壇，仲同張英才結婚，生咗2個仔。當時佢18歲都未夠嘅，但係幾年後就離婚收場。其後車爾芬移居美國，改嫁一名美籍華僑，有傳呢個美籍華僑就係車婉婉嘅新婦，但係最後亦都係離婚收場。佢最後一段姻緣就係同一個退休督察陳展鴻結婚，佢兩個都係商人嚟嘅。車婉婉阿媽熱衷於飲食業，曾經喺中港兩地有幾間餐廳，300名員工，最出名嘅就係灣仔車市粵菜軒已執笠。98年，車爾芬同老公經營呢個高爾夫球場生意，一名有錢嘅鬼佬投資同埋協助佢哋兩個高球嘅生意，雙方混熟之後，鬼佬就被對方游說投資過千萬喺兩人名下嘅公司戶口，以賺取高息，即係高息騙案。鬼佬存款10日之後，佢兩個貪念急切，就挪用鬼佬嘅存款存入自己嘅戶口，找信用卡數，並用於支付豪宅嘅首期。直至99年，鬼佬發現自己啲錢冇晒，二人一直用叫口號嘅方式話會還錢，但係最後都係冇還嘅，仲要俾人揭發有錢都唔還。鬼佬迫於無奈之下報警。2003年，車爾芬同佢老公陳展鴻被判盜竊及洗黑錢，入獄7年。當時車婉婉好迷信嘅，佢亦都係麥玲玲嘅入室徒弟，佢着晒全身紅衫紅鞋去法院聽審。佢覺得咁樣會幫到母親升運，當然係冇用啦。母親被判入獄之後，當時車婉聲稱話會賣山頂道嘅豪宅為母親還債嘅。屌，你還嘅99年就還咗啦，而家判咗監真係會還錢咩？唔好吹水啦。可能就係因為佢覺得麥玲玲冇料，佢喺2014年改信咗基督教，信主。Oh my god！